Log on, tune in, find out. Another good idea from Cambridge.
我把地到那过那一今起次个大风，这是马牛园呐。今次个大风，这原住们园呐，那就这连连哈喽啊，就原住们园呐。我们爷爷的个孙子，俩咱是有钱呐，呼救这个准子们到这了选呐，我就这连连哈喽啊，就到这了选呐。哎，都去冰去，那什么，那个个人那些。这个这贵州的先是可到，那咱们去关键时刻去。他得今次个书房，这是马有缘呐。今次个书房，这骨盖们缘呐，那就这连连哈喽啊，就骨盖们缘呐。弯弯的个筷子，俩咱是有钱呐，是怕这个斧子还到这了选呐，我就这连连哈喽啊，就到这了选呐。来，这么个。